在雪中悍刀行现任的武平前3甲中，曹长钦是唯一的读书人。他号称是在天象镜中独占8斗气运，是天象镜的第一人。那么本是书生的他，为何会走上武道之路呢？曹长钦出生于西楚，是西楚豪发世家曹家的曹龙礼，也是名动天下的曹家最得意。年轻时期的曹长钦极其擅长于下棋，因此被西楚皇帝授予骑士赵的官职，经常进宫陪皇帝下棋。曹长钦钻研棋道20年，号称收官无敌。30岁之前，他隐匿在西楚皇宫当中当一个儒生。30岁之后，西楚和黎阳爆发国战，曹长钦走上战场，开始在战场上领兵作战。他极其擅长以少胜多，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。只可惜他并不是西楚大军的总指挥。西垒壁一战败了后，西楚大势已去，走到了灭国的边缘。曹长钦独木难支，只能看着西楚灭亡。徐骁领兵杀进西楚皇宫时，曹长钦正好不在。等到他回到皇宫，发现皇帝和皇后已死，小公主也失去了踪影。从那以后，曹长钦由儒入武，展现了自己无与伦比的武道天赋。20年的时间里，冲到了武平前3甲，在武帝城挑战当世无敌的王仙芝，两人同境界一战，曹长钦不胜不败，他是唯二能在王仙芝手上争个不败的人。另一个是桃花剑神邓太阿。此后多年的时间里，曹长钦从未跌出武平前3。成为武道高手后，他3次进入泰安城，2次杀入黎阳皇宫，又1次距离刺杀皇帝仅1步之遥，被寒雕寺还有泰安城内的高手出手拦了下来。其实以当时曹长钦的实力，是不可能刺杀成功的。即使没有寒雕寺，皇宫当中还隐藏着一个天人境界的年轻宦官。曹长钦入了霸道之后，才感应到他的存在。除了此时的黎阳皇帝之外，曹长钦还有个心愿，就是找到西楚公主，复国那曾经的西楚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曹长钦前期的心愿除了刺杀黎阳皇帝之外，另一个就是找到太平公主复国西楚了。那么他又是什么时候找到公主的呢？当年西楚灭国时，徐骁的大军进入西楚皇宫，西楚皇帝和皇后都死了，西楚的太平公主姜嗣被徐骁给带走，进入了北凉王府，化名为了姜妮，和徐凤年一起长大，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江湖时，遇到曹长钦，曹长钦也要带走姜妮，当时的徐凤年身边就算有李淳刚也拦不住他，无奈之下只能任其将他带走。找回姜妮后，曹长钦便开始自己的复国计划，带着姜妮观礼泰安城，一举进入儒圣境界，达到陆地神仙巅峰。西楚复国后，姜妮成为了西楚女帝，在他还有曹长钦的号召下，不少西楚旧臣回归广陵道，重新成为西楚臣子。黎阳的大军此时也对西楚出手了。其实西楚复国也是黎阳刻意而为之，用此来削弱各地分王的实力。而曹长钦复国也夹带着自己的私心，他并不是真的想复辟西楚，而是要为当年的西楚皇后讨一个说法。当年第1次见到这个女子时，曹长钦便爱上了她，但女子后来成为西楚皇后，所以他只能恪守君臣之礼。西楚皇后作为13甲中的色甲，天下人都说是红颜祸国，曹长钦就是想要证明一下天下人的说法是错的。当年西楚国灭，一抹白绫带走了他的性命，曹长钦想为他做最后一件事，就是为他证明。为此，他不惜放弃一切，甚至放弃了整个西楚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大多数的顶级强者都心有执念，他们的实力也因为执念而来。曹长钦为一人敌一城，巅峰时期的他到底有多强呢？西楚的复国之战打到后期时，奄奄有了优势，而且曹长钦暗中联合了王遂还有顾建堂，有极大的希望覆灭黎阳王朝。只可惜战争打到了后期，曹长钦放弃了。为了心中的执念，他一人前往泰安城。已经突破心境的他，从儒道转为了霸道，达到了天人境界。当时的曹长钦有多强呢？徐凤年曾说过，4大宗师当中，邓太阿最擅长杀伤，属于高攻类型，不擅长持久战；而霸道曹长钦的气机雄厚，擅长持久战。真打起来，曹长钦就是4大宗师当中最强的。落自泰安城时，是曹长钦的无敌时刻。当时的他就是雪中1000年来最强的10人之一，能够和他比肩的只有吕祖、武帝城的王仙芝、一剑破甲2600的李淳刚和后来巅峰时期的徐凤年等人。坐在泰安城前，曹长钦复盘了一盘旧棋，棋子每落下一颗，泰安城的气运就下降1截儿，一颗棋子就能毁掉一座城门。守城门的轩辕清风、吴家老家主吴建都被曹长钦轻易的击败。最后一颗棋子飞入了那黎阳皇宫，击碎了皇宫中那无数人都想坐上去的龙椅。他以自己的性命证明了西楚灭国是大势所趋，并不是因为那女子祸国殃民。生死道消前，曹长钦说出了那句：“这个天下说是你害大楚亡国，我曹长钦不答应。”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，最好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